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牧师弟兄姐妹平安。腓立比书第2章19节到30节是一个服事团队典范。保罗提到了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他们是保罗服事中的重要同工，并且展现了耶稣基督谦卑和舍己的榜样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腓立比书2章19节到30节。19节，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我仰赖主耶稣，希望不久能够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使我能听到你们的消息而获得安慰。他是唯一跟我同心，并且真心关怀你们的人。别人只为自己图谋，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。但是提摩太的为人，你们都很清楚。他跟我的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一样，为着福音的工作，我们一起劳苦。我希望当我一知道我的事情有什么结局，就立刻差他去看你们。但我深信主会让我也在短时间内亲自来看你们。我想我应该送我们的弟兄以巴弗提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你们选派他来帮助我，跟我一起工作，一同作战。他很想念你们各位，并且知道了你们听到他生病的消息，非常难过。他真的害过病，几乎死去。可是上帝怜悯他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使我没有遭受更大的忧伤。所以我更想尽速送他回去，使你们得以高高兴兴的跟他团聚，这也可以消除我的忧伤。我希望你们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。你们要尊重像他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基督的工作冒生命的危险，几乎死了。我要弥补你们未能服侍我的地方。从这个章节，我们先来看提摩太的角色和保罗的关系。第一，忠心而且可靠的同工。保罗提到提摩太是和他同心的同工，他全心为腓立比教会的事工服侍，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事。第二，属灵儿子。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儿子，也是保罗的忠心助手。他在保罗的教导下，学习如何忠心的侍奉主。第三，关心腓立比教会。提摩太的关怀并非出于形式，而是真心，展现了耶稣基督的爱。接着我们来看
以巴弗提和保罗的关系。第一，腓立比教会的使者。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派来服侍保罗的人，他带来了教会的供应，并协助保罗的事工。第二，尽心尽力的服侍。以巴弗提因为服侍过多，以至于几乎要死，他的舍己精神展现了基督的牺牲精神。第三，保罗对以巴弗提的敬重。保罗称他为弟兄、同工、同当兵的，这就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深厚关系。腓立比书2章19到30节中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下列的服事榜样。第一，榜样的力量。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服事生活，他们以基督为榜样，舍己为人，专注于别人的需要。第二，合一与谦卑。提摩太与保罗心智相同，以巴弗提甘愿冒生命的危险，完成使命，呈现服事中的合一和谦卑的重要性。第三，真实的信仰和爱。提摩太关心教会，以巴弗提为弟兄的需要而服事，他们的行动见证了基督徒信仰与爱。激励和感恩。保罗借着这段话，不仅表达对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感恩，也借此来鼓励腓立比教会效法他们的榜样，学习在服事中舍己和忠心。所以在教会里，同工服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分享。7月26主日10点半，是幼儿亲子在2楼圣殿特别的活动，期待家长带着幼儿一起进入圣殿，敬拜上帝，赞美主，领受上帝的爱。但随着时间的接近，我心里是有点紧张，不知是否有家长安排出国或旅游，或是当天有事不能到教会。每次的祷告求主的同在和带领，让当天的活动孩子都可以一起领受圣灵的同在，领受上帝满满的爱。感谢主，当天家长10点半准时到2楼圣殿，我们一起在圣殿大声唱诗歌，赞美我们的主。接着乐音老师分享圣经故事，尹君老师主持家长经验分享，还有幕后的同工老师，让当天的活动进行顺利。每一个老师，每一个幼儿都专心有活力。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运行在当中，让我们每个家长、每个孩子、每个老师知道上帝是多么深爱着我们，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大人及孩子都有渴慕的心，更认识上帝，同心合意的赞美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为保罗的教导向你献上感谢，求你帮助我们与你的心意对齐，帮助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顺服，帮助我们学习保罗、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愿意为你的福音放下自己，与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，同心完成你的托付，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让自己的生命有亮光，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合一，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的意念高
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。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向这世界为主发光，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，不在乎自己，体贴神心意。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不分彼此。同心向前行。